弟兄姊妹晚安啊！受難節嘅晚會咧，我哋都將開始啦。請大家都我哋有一段默禱嘅時間，預備我哋嘅心，我哋一同咧用今晚嘅時間分別為聖，去紀念耶穌基督為我哋所作嘅一切。請會眾一同嘅起立，請聽宣召。我父愛我，因我將命捨去，好再取回來。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捨的。我有權柄捨了，也有權柄取回來。這是我從我父所受的命令。讓到我哋一同禱告。七日天父上帝，主，我哋多謝你嘅心恩，你道成肉身，差遣你嘅兒子嚟到呢個世界，為我哋罪嘅緣故，你甘心釘喺十字架。呢一條嘅苦路，原來係你自己選擇親自嘅上去，而當中卻係為着愛我哋嘅緣故。你喺十字架顯出你嘅大愛，你喺十字架上去釘死我哋眾人嘅罪，甚至乎去承擔一切嘅羞愧。主啊，今日盼望我哋能夠藉着呢一個嘅晚會，我哋再次嘅思念耶穌基督你為我哋所作嘅一切，你為我哋所流嘅寶血，為我哋所受嘅苦，因你受嘅鞭傷，我哋得醫治。主啊，求你喺當中去祝福我哋眾人，讓到我哋手潔心清嚟到你嘅面前，我哋單單嘅仰望你，仰望為我哋創始成終喺十字架上成就呢個救恩嘅上帝。感謝你，願你帶領我哋嘅整個嘅晚上，將榮耀都歸於你。我哋同心合意禱告，奉主耶穌基督你得勝名字祈求。弟兄姊妹平安。喺今日之先，我想邀請弟兄姊妹再一次嘅默想，默想上帝喺我哋生命當中嘅作為，去默想上帝為我哋捨己，為我哋釘身十架，去默想上帝嗰份無私嘅愛，讓我哋得到永恆嘅生命。神就係嗰位沒有恩典、沒有憐憫，並且深愛我哋每一個人嘅神。讓到我哋一齊，我哋藉住詩歌，我哋去頌唱，我哋去將榮耀歸俾我哋在天上嘅阿爸父。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空传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
路的宝珠，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赞颂你，圣洁荣耀珍贵，用你都归于你。有人再一次。诸天诉说天父的荣耀，空传传扬奇妙的作为，状态享受两路的宝珠，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赞颂你，圣洁荣耀珍贵，能力都归于你。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赞颂你，圣洁荣耀珍贵，能力都归于你。你说话，命你就立，你吹气就得生命，万物齐唱，哈利路亚，圣哉圣哉圣哉，你说话，命你就立，你吹气就得生命，万物齐唱，哈利路亚，圣哉圣哉圣哉，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赞颂你，圣洁荣耀珍贵，能力都歸於你。弟兄姊妹，讓我哋一齊嘅開聲去讚美，去開聲讚美上帝嘅奇妙嘅作為，去開聲讚美上帝喺我哋生命當中所一切嘅作工。我哋一齊去開口去讚美，去讚美。神啊，去！因為你嗰個得勝君王，
在寶座上，神殿充滿榮耀，萬民敬拜全能的神，我們傳頌你，聖潔榮耀尊貴能力都歸於你。親愛的主，我哋多謝你，好多謝你，因為為咗我哋，你去被釘十架。多謝你為咗我哋捨身流血，讓我哋能夠蒙神嘅恩典，讓我哋能夠得到永恆嘅生命。但係願我哋今日，我哋聚集喺呢度，我哋去紀念耶穌嘅受難，耶穌嘅受苦，更加去紀念神你為咗我哋所做嘅一切。神喺我哋默想，喺我哋嘅敬拜當中，願我哋獻上我哋嘅感恩。神求你繼續去帶領我哋。在困苦艱難，仍謙卑禱告，要安靜，知道你是神，無罪羔羊，曾被殺完犧牲，為救贖，流血捨身。
上羔羊，耶穌，願救恩歸於坐在寶座上羔羊，耶穌。耶穌你係我哋嘅救主，神多謝你喺我哋嘅罪，讓我哋喺罪當中俾你拯救出嚟。神係你甘心去犧牲自己，用我哋嘅罪都壓喺嘅身上。神真係求你，讓我哋每一次去遇見你，讓我哋每一次去敬拜你嘅時候，我哋就被你所感動，我哋就因為你，我哋再一次嘅回轉。神真係求你，讓我哋嘅生命能夠緊緊嘅跟從你，更深嘅愛你。神多謝你聽我哋禱告，聽我哋敬拜交託，奉主名求，阿們。會眾請坐。感謝耶穌基督嘅大愛，為我哋所流出嘅寶血，為我哋捨身。今日咧，我哋都會有一段嘅啟應經文記載咧喺約翰福音11章。我哋咧會台上咧會讀出單數節，請台下咧用雙數節為應。約翰福音11章1至10節，有一個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瑪利亞和她姐姐馬大的村莊。瑪利亞就是來同個活主，又用頭髮擦他的腳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兩個就打發人去見耶穌，說：主啊，你所愛的人病了。耶穌素來愛馬大和他妹子並拉撒路。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2天。然後對門徒說：我們再往猶太去吧。門徒說：拉比，猶太人近來要拿石頭打你，你還往哪裏去嗎？耶穌回答說：白日不是有12小時嗎？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為看見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為他沒有光。今日咧好開心有陳明全牧師咧喺我哋嘅當中，咁啊母會牧師咧就今晚特登過嚟去同我哋去分享。咁啊今晚嘅主題係出死入生的預言。好，弟兄姊妹平安。今晚咧，我哋睇嘅經文咧會長一啲嘅。如果大家有長看咧，你會見到成個第11章由1節到45節咧，係我哋今晚會睇晒嘅經文。咁因為篇幅所限啦，
咁如果我哋一口氣讀晒45節咧，就會好冗長嘅。咁所以頭先我哋讀經咧，只係讀到去第10節啫。但係今晚我哋去思考呢一段經文咧，我哋會用盡時間嚟到去睇呢45節經文。嗱，喺我哋入今日嘅呢一段經文之前咧，我想起一個好幾年前啊，我諗大概有10年前嘅時候咧，嚟白浸嘅崇拜嗰次，唔知係我講道，抑或係我講道黎牧師做回應。我好記得阿黎牧師咧，佢講過一句説話，去到今天咧我都好記得，都對我好受用。咁樣咧，佢就講翻一個情景啊，佢就話咧，有一個牧者，佢就祈禱啦，佢話上帝啊，希望咧喺我嘅侍奉裏邊咧求主俾我有多啲嘅愛心，跟住咧又俾我多一啲嘅智慧啊，同埋咧喺唔同嘅處境當中咧讓我咧更加有堅毅嘅嗰份嘅精神。咁樣咧佢就做咗呢個祈禱之後咧，就滿心好平安咁樣咧就瞓覺，咁啊迎接跟住落嚟嘅聚會啦。咁但係咧聚會咗一段日子之後咧，佢就發現喺佢生命裏邊咧出現咗大量一啲唔可愛嘅人即係佢覺得好掹憎，跟住咧有好多好棘手嘅問題，都唔識點樣去處理。更加重要咧就係好似牧養啦。喺信仰生活裏邊咧就逆流而上，跟住咧就感覺上咧心裏邊咧就充滿咗咧好多嘅鬱結同埋一啲唔開心。咁佢又將呢一份嘅感受咧同上帝嚟到去祈禱，跟住上帝點樣去回應呢個傳道人嘅祈禱咧？上帝話：係啊，就係你同我去求呢啲嘢，我咪俾呢啲嘢你咯。你求我俾多啲愛心俾你。通常愛心都係喺一啲唔可愛嘅人身上嚟到去出現。就係因為喺一啲唔可愛嘅人裏邊，你實踐愛，咁你嘅愛心咪更加大咯。又或者面對住好多棘手嘅問題，好多困難喺生命裏邊出現，正就係一啲咁樣嘅困難裏邊，就鍛鍊到你有更加多嘅智慧。喺逆流當中，智慧就喺呢啲咁樣嘅逆流裏邊咧，慢慢累積而成嘅。當然啦，堅毅嘅精神從來都唔係喺順境裏邊嚟到去栽培出嚟嘅。藉着呢一啲嘅困難挑戰，日積月累，你生命裏邊嘅韌度同埋嗰種嘅抗逆能力咧就會加強啦。其實我係聽咗你祈禱，所以就俾呢啲經歷嚟俾你啦。嗱，呢一個嘅好簡單嘅呢一個嘅故事啦，或者咁樣嘅比喻對我好深刻。我特別去更加深嘅體會咧，就係人生裏邊咧，我哋所祈求嘅美好嘅美德或者覺得好嘅嘢咧，從來唔係一嚿嘢壓落去喺我身上裏邊就會自動嚟到出現嘅。好多時咧喺我生命當中咧，我哋會覺得有一啲嘢好荒謬、好困難，又或者有一啲好難嘅一啲嘅處境。正係生命裏邊好多嘅美德咧，就係透過呢啲咁唔容易嘅處境裏邊咧嚟到栽培出嚟。嗱，當你明白咗呢一個嘅道理之後咧，我哋去睇翻約翰福音。嗱，今日我哋所睇嗰段經文咧，嗰個經文嘅處境係講到耶穌所愛嘅一個家庭，馬大、馬利亞同埋拉撒路，佢哋經歷緊一個生命裏邊一個好大嘅困境。耶穌點樣去幫佢呢？喺過程當中唔係一帆風順，而且有好多嘅眼淚。今晚我哋讀呢一段經文，希望咧我哋藉着呢一段喺耶穌死而復活之前嘅一段好重要嘅記載咧，嚟到幫我哋生命有多啲嘅力量走面前嘅路。我哋先祈禱求上帝幫助。願主願你幫助我哋，藉着你嘅話語，藉着你喺地上裏邊所實踐嘅你實踐嘅召命，讓我哋每一個人能夠睇你嘅話語嘅時候咧，我哋嘅心得着安慰同埋力量。我哋祈求你幫助每一位聆聽嘅弟兄姊妹，佢哋聆聽嘅時候，你嘅話語進入佢哋嘅內心當中，扶持佢哋，鞭策佢哋，又讓佢哋明白，讓佢哋活喺真理裏邊，幫助宣講嘅講得清楚，將你嘅話語忠心咁樣向弟兄姊妹嚟到講解，讓我哋聽後，我哋有得着生命嘅益處，我哋彼此互相造就。我哋祈求你在此時此刻，你嘅聖靈與我哋每一個同在。我哋祈求上帝，你繼續嚟到引領我哋讀你話語嘅時間。獻上禱告，奉靠基督耶穌得勝嘅聖名。阿們。好，嗱，我哋一齊睇下呢段經文咯噃。
好，嗱，我哋睇頭先讀過嘅嗰頭嗰10節經文先。有一個患病嘅人啦，就叫做拉撒路，住喺伯大尼，就係瑪利亞同埋佢嘅姊姊馬大嘅村莊。這瑪利亞係用香膏抹主，又用頭髮擦佢嘅腳。患病嘅拉撒路係佢哋嘅兄弟，其實係細佬啦。他姊姊兩人就打發人去見耶穌，說：主啊，你所愛嘅人病了。耶穌聽見就說：這病不至於死，乃是為神嘅榮耀，叫神嘅兒子因此得榮耀。耶穌素來愛馬大和他妹子並拉撒路，聽見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住了2天，然後對門徒說：我們再往猶太去吧。門徒說：拉比，猶太人近來要拿石頭打你，你還往哪裏去嗎？耶穌回答說：白日不是有12小時嗎？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為看見這世上嘅光；若在黑暗走路，就必跌倒，因為他沒有光。嗱，喺呢度嘅10節經文裏邊咧，佢講簡單交代咗一個背景嘅。呢個背景咧就係講到耶穌同一個家庭啦，馬大、瑪利亞同埋拉撒路。特別講到拉撒路患重病，奄奄一息啦。於是咧2個家姐就打發人去揾耶穌，叫耶穌嚟到去醫佢，係咪？嗱，咁呢個係嗰個經文嘅背景嘅。嗱，值得留意咧就係呢段經文嘅記載咧，就放咗喺成個約翰福音嘅中間。成個約翰福音咧係22章嘅啫。如果你按照篇幅嚟到計咧，由第12章到第22章，基本上係一半咧，其實記載1個禮拜發生嘅事。嗰個禮拜就係我哋呢個禮拜所身處嘅嗰個叫做聖週。耶穌嘅受苦到復活係1個禮拜嘅事嚟嘅啫。嗱，呢1個禮拜發生嘅事咧，約翰福音用一半嘅篇幅嚟到去記載。嗱，咁可想而知，耶穌嘅死而復活，或者呢1個禮拜裏邊發生嘅事係幾咁重要，所以要用大量嘅篇幅嚟到去記載。嗱，不過喺呢個嘅篇幅之前咧，佢就講到一個叫做死而復活，或者拉撒路患病嘅呢個事，作為一個耶穌死而復活嘅一個前奏。嗱，佢要讓讀者去睇嘅時候咧，你會見到拉撒路點樣去被得到醫治，或者點樣死而復活呢一種嘅歷程咧，係會幫助嗰啲門徒或者幫我哋讀嘅呢段經文嘅讀者咧，去體會到耶穌死而復活嘅嗰種嘅喜樂嘅。嗱，所以呢一段經文咧，喺佢個位置上邊咧，佢有一個好重要嘅位置，甚至乎咧，佢要將成個約翰福音咧，好似點題咁樣嚟到提醒你，藉着呢樣嘢提醒你，除咗拉撒路復活之外，我哋所信嘅耶穌都係復活嘅主。不過後來就鋪排，逐步去到呢個巔峰。好，我哋翻嚟呢段經文啦。喺呢段經文裏邊咧，佢特別講到，即係話拉撒路病咗，佢就打發人嚟啦。喺經文裏邊咧，佢特別講到耶穌喺第5節嗰度，當耶穌聽見馬大馬利亞叫佢嚟到話俾佢聽，你所愛嘅拉撒路病咗嘅時候咧，言下之意其實佢叫耶穌去走去醫病，係咪啊？嗱，呢個係好直率、好直觀嘅。當耶穌聽見嘅時候，如果一般舊時嘅耶穌佢嘅傳道生涯或者去醫病咧，耶穌基本上係第一時間去嘅。不過經文裏邊點樣講咧？耶穌聽見就説啦：呢個病不至於死，乃是為神嘅榮耀，叫神嘅兒子因此得榮耀。佢講到呢個病，拉撒路呢個病不致死而且呢一個嘅處境咧，係要叫上帝嘅名字得着榮耀，得着高舉。跟住佢哋做咗一樣嘢嘅耶穌愛馬大馬利亞拉撒路啦，聽見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2天。耶穌拖咗2日，知道你所愛嘅朋友患病啦，其他人耶穌即刻撲過去，但係為住神嘅榮耀嘅緣故，耶穌住多2日。你有冇覺得好奇怪即係如果俾人你係或者你係耶穌嗰個時代，你知道你自己嘅朋友病咗咧，即使你冇患病嘅能力，有人通知你，你都想盡快去見佢最後一面啦，係咪？
嗱，呢一個係一個好直觀嘅，不過耶穌就同我哋一般諗嘢係好唔同。嗱，最令到人撲朔迷離嘅，跟住經文裏邊第9節、第10節嗰度更加令到你好奇怪。耶穌回答說：白日不是有12小時嗎？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為看見這世上嘅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為他沒有光。嗱，耶穌教門徒喺第10節嗰度，第9、第10節就要把握時間。點解會咁樣講呢？嗱，我哋睇翻上一章嗰度，佢特別講到呢，佢話要把握時間嘅就係因為耶穌過咗2日之後呢，佢就入村揾拉撒路啦，住多2日之後就去啦。而當佢要去揾拉撒路嘅時候呢，嗰啲門徒話：耶穌你真係去啊？嗰啲猶太人想將你置諸於死地喎，佢見到你就想用石頭嚟到去打你咯，用石頭嚟到揼死你喎。呢個風頭火勢嘅時間，你仲要走去嚟到送死啊？嗱，點解會咁多猶太人想要殺佢，或者點解會有咁多嘅猶太人呢？因為跟住落嚟就係逾越節啊！嗰啲猶太人全部咧都上晒去耶路撒冷嗰度嚟到去守節啊嘛，所以有大量嘅猶太人嚟到去聚集。當耶穌同嗰啲猶太人呢，耶穌嘅教導係超乎咗嗰啲猶太人所理解同埋文士法利賽人所講嘅嗰啲嘅內容，嗰啲猶太人就覺得耶穌係一個可憎可厭惡嘅人，所以見到耶穌咧，有啲人咧係對佢咧有一種敵擋嘅態度嘅。耶穌話：而家啲猶太人聚集啦，好，我而家就呢個時間上去，跟住仲要教門徒，白日得12小時嘅啫，趁住有光你就要趕路啦。嗱，你會覺得耶穌嘅教導同啲門徒好矛盾嘅。佢教門徒咧就趁住有白日就繼續嚟到去作工，但係佢自己咧對於拉撒路聽到個消息，佢又住多2日，佢又拖延，但係又把握時間。喺呢度讀上去，究竟耶穌你嗰個時間係一個乜嘢嘅時間啊？點解耶穌你要講一個咁樣嘅時間安排呢？嗱，如果你係第一身落去到，你真係拗頭，喂，真係唔明喎，夫子究竟你一時一樣究竟係點㗎？究竟係趕時間，抑或要拖延㗎？嗱，其實我哋去理解呢段經文咧，一定要再有多少少背景咧，你就會慢慢就會理解啦。知唔知道咧？約翰福音咧最初嗰陣時候寫嗰個約翰福音嗰啲對象係啲咩人啊？係啲好人好者嚟嘅。通常咧喺福音書或者第一代嘅門徒，特別喺約翰福音裏邊接受呢個書卷嘅嗰啲讀者咧，其實好多都係歸信咗耶穌嘅猶太人。佢哋信咗主之後，信咗耶穌，跟隨咗耶穌之後咧，佢哋帶嚟生命裏邊有大量嘅嗰啲嘅犧牲嘅，咁呢啲嘅犧牲咧，令到佢咧輕則嘅就俾當時嗰啲同鄉啊，或者嗰啲猶太人咧嚟到排斥啦；重則嘅隨時咧就好似對耶穌一樣，用石頭嚟到揼死佢。嗱，所以咧佢哋面對住呢個信仰咧有沉重嘅代價。有一啲人因為信主嘅緣故，佢哋就面對住呢啲嘅艱難。有啲人放棄信仰啦，有啲人咧可能生活喺水深火熱之中，可能有啲人面對住一個咁嘅狀況，佢哋呼求上帝，上帝，我哋信你，求你有及時嘅幫助喺我哋嘅身上。不過祈禱一日又一日，生命裏邊都依然面對艱難，生命裏邊依然面對住好多嘅逼迫苦害。眼前裏邊去呼求上帝，佢哋期望上帝即時嚟到去幫佢，但係上帝嘅時間同佢哋心裏邊所諗嘅時間唔一致。佢哋就覺得上帝好似拖延一樣。約翰福音用呢一個嘅篇幅，特別係用緊呢一個拉撒路嘅古仔，佢講到耶穌嘅時間，咦，同你一般人所諗嘅及時嘅幫助，或者我哋覺得即時嘅幫助有啲出入。有陣時上帝嘅幫助，佢介入喺人世間嘅時間表，同我哋所諗嘅不一樣，甚至乎有陣時佢嘅方式都未必係我哋所想像嘅。我早嗰輪咧就分享過一個類似咁樣嘅信息俾一班江湖人士啊，即係大家信咗主嘅一班黑道中人，同佢哋講呢一節嘅經文。咁其中有一個江湖大佬咧，
佢真係翹住手，佢又話：如果唔係我心愛嘅人話俾我聽耶穌係邊個，我真係唔會信嘅。我話點解？信耶穌你唔知幾大代價，我放棄咗幾多生意啊！跟住佢有少少廿文廿武咁樣啦，同我講啦嚇。嗱，佢唔係誇大嘅，而係佢都幾自豪佢自己嘅背景嘅。跟住佢再講幾多兄弟跟我揾食啊！大家信咗主之後，我呢啲嘢要放低晒。我舊時行出嚟有頭有面嘅，但係一信咗主之後，呢啲嘢我要放低晒。跟住我一講呢段經文嘅時候呢，佢有啲嬲。佢話喺我困難嘅時候，我求上帝，但係唔係即時上帝幫我，有陣時我都嬲嬲地佢。好嗱，我哋大概理解耶穌嘅時間，或者現實生活裏邊，我哋有啲弟兄姊妹面對艱難，因為信仰嘅緣故，又或者堅守某一啲嘅原則，我哋要吃一啲嘅苦頭。跟住耶穌會再講呢一次嘅成個嘅旅程，跟住要上去啦。佢為咗一樣嘢嘅啫，為咗上帝嘅榮耀，要彰顯神嘅榮耀，讓神嘅兒子得以榮耀。咁究竟呢一個旅程點樣係令到上帝嘅名字被高舉呢？我哋再繼續睇咯噃。去到第17節啦，嗱啲字體比較細啲，都睇到啦，係咪？我哋一齊讀好唔好啊？由第17節讀到第31節。好，準備1、2、3。耶穌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墳墓裏已經死。離耶路撒冷不遠，約有6里路，有好些猶太人來看巴力和瑪利亞，要為他們的兄弟安慰他們。馬大聽見耶穌來了，就出去迎接他。瑪利亞卻仍然坐在家裏。馬大對耶穌說：主啊，你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現在，我也知道你無論向神求什麼，神也必賜給你。耶穌說：你兄弟必然復活。馬大說：我知道在末日復活的時候，他必復活。耶穌對他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麼？馬大說：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兒子，就是那要臨到世界的。馬大說了這話，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瑪利亞說：夫子來了，叫你。瑪利亞聽見了，就急忙起來，到耶穌那裏去。那時耶穌還沒有進村子，仍在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瑪利亞在家裏安慰他的猶太人，見他急忙起來出去，就跟着他，以為他要往行路那裏去哭。瑪利亞到了耶穌那裏，看見他，就俯伏在他腳前，說：主啊，你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好，唔該晒。嗱，都比較長嘅篇幅啊。嗱，呢一段經文就講到耶穌耽延咗2日啦，遲咗2日出發，正正就係嚟緊要慶祝逾越節，啲猶太人上晒去到耶路撒冷。咁有部分人呢，因為去咗伯大尼，因為伯大尼同耶路撒冷即係6里路嘅啫，好近嘅啫。再加上呢，即係啲猶太人同馬大馬利亞可能有啲交情，所以咧就特別行呢一段路咧，就順道守節之前咧就安慰馬大同埋馬利亞。不過去到嘅時候，耶穌去到佢哋所住嘅伯大尼呢個地方啦，呢個村莊啦，拉撒路已經死咗啦。死咗幾多日啊？4日。喺猶太人裏邊咧，叫一個人叫做死得透啊！中國人都有嘅，就係中國人咧就用7日啊嘛，頭7啊，係咪？咁但係猶太人就冇咁長嘅，其實佢一般嚟講係3日嘅啫。去到第4日咧，乜都已經證實死亡啦，因為舊時嘅醫學同今日嘅醫學唔同嘅，佢哋係睇佢嘅生命有冇氣息嘅啫。當一個人真係瞓喺度冇反應，又冇呼吸，
咁就證實死亡。咁啊，跟住就要安放入去墳墓裏邊啦。拉撒路已經死咗啦，證實死亡，安放咗入去嗰個墳墓裏邊。嗱，嗰個墳墓同我哋今日嘅墳墓，我哋中國人嗰啲唔同嘅。我哋中國人係向下嘅，而舊時嘅嗰啲以色列人咧，嗰啲墳墓係一個洞穴嚟嘅，一個山窿。跟住咧就將個屍體放入去之後咧，再揾嚿大石嚟到去塞住嗰個洞口，咁嗰個就係一個墳墓嚟㗎啦。嗱，同樣拉撒路都係證實咗死亡之後咧，死咗4日啦，佢就安放咗喺嗰個墳墓裏邊。當耶穌去到呢個地方，去到伯大尼，都未入到村啫，馬大出嚟迎接佢啦。馬大一見到耶穌，第一句説話，我用熒光筆 highlight 咗俾大家：主啊，你若早在這裡，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現在，我也知道你無論向神求什麼，神也必賜給你。喺呢句説話裏邊呢，你留意下啲語氣。馬大見到呢個夫子係佢嘅老友，佢第一樣嘢佢提及嘅係咩呢？如果你早在這裡，我兄弟必不死。換言之，其實佢知道耶穌遲咗2日先嚟到，唔係耶穌你塞車，我知道啦，你都辛苦，唔係。其實嗰句説話背後帶住有少少埋怨嘅成分啊，同唔同意啊？嗱，咁佢有埋怨嘅成分，但係佢又唔夠膽直接冒犯耶穌喎。於是佢就再補一句，佢就話：就係而家我知道，無論你向神求什麼，神也必賜給俾你。嗱，呢句説話表面好有信心嘅，但係實際上咧，其實佢對耶穌係好失望，佢係絕望嘅。所以耶穌再問佢：你嘅兄弟必然復活㗎。馬大點樣答呢？係我知，佢講個神學嘅 model answer 出嚟嘅。喺浸禮班裏邊，我哋所學嘅，或者喪禮裏邊聽阿黃牧師成日講嘅嗰句説話，佢重複多一次。我知道啊，末日復活嘅日子，佢必然復活。耶穌問佢：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嘅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着信我嘅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嗎？嗱，佢將呢個神學嘅陳述，將呢個神學觀念問多次馬大佢冇話唔信呢？佢冇話唔信，不過好技巧地佢答耶穌嘅問題啫嘛。佢唔係直接講復活，答耶穌復唔復活嘅嗰個問題。佢信，佢話：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嘅兒子，就是那要臨到世界的。耶穌問馬大信唔信佢個細佬會復活？馬大答：我信你係基督，係神嘅兒子，係將來要臨到呢個世界。簡單嚟講，佢迴避咗耶穌信唔信拉撒路復活與否呢個問題。佢心裏邊迴避呢個問題，或者呢個呈現嘅呢個咁樣嘅答案，代表住其實佢心裏邊係絕望嘅。對於拉撒路能夠死而復活，佢係唔會相信。佢係覺得，即或相信佢復活，都係喺末後嘅日子裏邊即係所有聖徒都復活啦嗰個日子，佢細佬咪復活咯。所以咧即係馬大講呢句説話，佢好技巧嘅。不過心底裏邊流露嘅就係對耶穌嘅失望，同埋咧覺得佢嘅細佬係唔會重新喺呢一刻裏邊死而復活。跟住啲姊妹咧更加明嘅呢句説話。馬大講完呢句信仰嘅陳述之後，佢就揾自己個妹過橋啊。馬大説了這話之後，就出去28節，就回去暗暗地叫佢嘅妹子瑪利亞説：夫子來了，叫你。瑪利亞聽見了，就急忙出來到耶穌那裏去。簡單嚟講，馬大答完耶穌呢個問題之後，耶穌想講或者想對話多啲，佢拒絕啦。跟住佢就揾阿妹，阿妹啊，耶穌揾你啊，耶穌嗌你，你同佢傾啦。跟住自己就離開咗啦。你明成個經文裏邊講到，其實馬大嗰種嘅悲傷、絕望或者覺得冇可能嘅嗰種嘅心態，就呈現咗喺呢兩句説話裏邊就流露咗啦。好啦，當瑪利亞阿妹出咗嚟，聽到馬大咁講嘅時候，
瑪利亞聽見了，就急忙起來，去到耶穌嗰度。耶穌都未入到村啊，仲係喺馬大迎接佢嘅嗰個地方。咁啊喺瑪利亞身邊咧，亦都有好多嗰啲猶太人。頭啲猶太人記唔記得係頭先嚟安慰佢，又係諗住去到耶路撒冷過節嘅咧？仲有嗰啲猶太人有部分對耶穌係帶住敵意，想用石頭掟死耶穌嘅其中一啲嘅猶太人啦。好籠統咁樣一班人就同瑪利亞佢哋喺埋一齊啦。跟住嗰啲人或者瑪利亞以為佢要去墳墓嗰度喊，但係瑪利亞去到耶穌面前就俯伏喺耶穌嘅腳前，又再講多句説話。熒光筆 highlight 同馬大所講一樣，主啊，你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耶穌成為咗呢兩姊妹埋怨嘅對象。生命裏邊期望耶穌即刻及時介入喺佢嘅困難當中，但係耶穌唔係按佢嘅時間表。耶穌嘅延遲令到佢嘅細佬死去，佢哋又唔夠膽直接埋怨上帝，但係心底裏邊帶住大量嘅憤怒，帶住好大嘅絕望，甚至乎即係連質問上帝嘅勇氣都冇。佢哋只係帶住一份有冤無路訴嘅一份嘅悲愴嚟到面對呢一個同佢哋好愛錫佢，舊時佢哋好經歷到嗰份朋友嘅嗰份美好關係嘅呢個耶穌。如今喺呢一刻裏邊，佢哋都好似相對無言，除咗埋怨，都唔知仲有啲咩説話可以講。當耶穌睇見瑪利亞或者馬大，甚至乎其他猶太人流露佢哋嘅眼淚嘅時候，耶穌看見他哭，並看見與他同來嘅猶太人也哭，就心裏悲嘆，又甚憂愁，便說：你們把他安放在哪裏？他們回答說：請主來看。35節，耶穌哭了。猶太人就說：你看他愛這人是何等懇切。其中有人說：他既然開了瞎子嘅眼睛，豈不能叫這人不死嗎？耶穌又心裏悲嘆，來到墳前，那墳墓是個洞，有一塊石頭擋着。耶穌說：你們把石頭挪開。那死人嘅姊姊馬大對他說：主啊，他現在必定是臭了，因為他死了已經第4天了。嗱，喺呢度頭先講到嗰個言辭帶嚟馬大馬利亞嗰種嘅悲愴，跟住去到呢一度，耶穌去到拉撒路嘅墓前啦。耶穌去到呢個墓前嘅時候，佢見到所有人都呼天搶地咁樣喊，喊得最厲害嘅一定係馬大同埋瑪利亞㗎，係咪？自己嘅親細佬死去啊嘛。咁其他嘅猶太人又喊喎。嗱，你唔好盡信佢哋真係好悲愴喎。舊時與悲哭嘅人同哀哭喪咧係一種禮貌嘅表現嚟嘅。正如我哋今日去到送人哋喪禮咧，你喺裏邊笑咧，人哋覺得你好冇禮貌噶嘛，係咪？你喺裏邊同人哋一齊共感一個感受，呢一個係禮貌嘅表現嚟嘅。不過耶穌嘅感受同嗰啲猶太人係唔同。耶穌見到呢啲嘅眼淚，見到佢所愛嘅瑪利亞，見到嗰啲猶太人嗰啲嘅眼淚，嗰啲嘅心底裏邊嘅嗰種嘅悲愴，耶穌都產生咗一種好悲嘆憂愁嘅嗰種嘅感受。跟住佢帶住一個好沉重嘅心情問拉撒路喺邊？啲人就指俾耶穌睇啦。當耶穌一見到呢個墳墓嘅時候，耶穌自己都喊。你有冇諗過？其實耶穌係滿有能力嘅。耶穌其實嚟到呢個旅程，佢係要叫神嘅名字得着榮耀，佢有行神蹟嘅能力。佢見到呢個地上嘅嗰啲人嗰種嘅哭聲，見到嗰啲人喊，其實佢大可以話：點解你哋喊咧？你哋喊乜咧？你哋都未見過神蹟。佢可以擺喺一個好高嘅姿態，覺得呢班人喊係一啲好愚蠢嘅一種嘅表達嚟㗎，係咪？不過耶穌卻唔係咁樣噃。耶穌卻係進到喺呢一班人嗰種嘅感受當中。
見到呢啲人嘅眼淚，耶穌嘅眼淚都自動流下出嚟。跟住啲猶太人講：哇！呢個夫子真係好愛呢個人啊！跟住有一個口痕友就話啦，37節，其中有個口痕友説：他既然可以開到瞎子嘅眼睛，豈不能叫這人不死嗎？嗱，呢句説話唔係好有信心講嘅噃。呢句説話其實係一啲好帶住好涼薄嘅説話嚟到去講嘅。呢句説話其實就喺耶穌哭了。如果有你知道有啲猶太人對耶穌帶住唔係幾友善嘅態度嘅時候，呢句説話其實係有骨嘅。咁你開到人哋嘅眼，咁叫人唔死都得啦。咁而家咪遲咗2日嚟，佢所愛嘅拉撒路咪死咗。嗱，大概就係一句咁樣嘅説話啦。耶穌聽見，心裏又悲嘆，跟住去到個墓前，就叫人挪開呢個石頭。最值得注意嘅就係拉撒路嘅家姐馬大點樣答呢？當耶穌叫啲人搬開嗰嚿石頭，要挪開，因為要幾個人先挪開得到嘅嗰個山洞，揾嚿大石嚟到去擋住，一定要有幾個人嚟到挪開嘅。但係當耶穌要求人哋咁樣做嘅時候，馬大有啲咩反應呢？主啊，你唔好玩啦！佢死咗啦，佢發臭啦，第4日啦，你仲叫佢，仲要打開個墳墓？馬大嗰種嘅悲痛，呢句説話其實帶住一份最大嘅控訴，叫耶穌唔好再做一個咁樣嘅舉動。佢唔係好相信呢個細佬將要死而復活，心裏嘅悲嘆，心裏嘅絕望，將喺呢一刻裏邊完全嘅嚟到流露出嚟。耶穌成為咗佢埋怨，成為咗佢甚至乎可能係質問嘅一個嘅對象。經文繼續點樣發展？大家幫我讀最尾呢5節啦，好嘛？40節，準備1、2、3。我不是對你說過，你若信，就必看見神的榮耀嗎？他們就把石頭挪開。耶穌舉目望天，說：父啊，我感謝你，因為你已經聽我。我也知道你常聽我，但我說這話是為周圍站着的眾人，叫他們信是你差了我來。說了這話，就大聲呼叫說：拉撒路出來！那死人就出來了，手裏裹着布，臉上包着毛巾。耶穌對他們說：解開，叫他走。那些來看瑪利亞的猶太人見了耶穌所作的事，就多有信他的。嗱，去到第40至到45節，就係呢一段經文嘅結尾嚟㗎啦。呢個段落後邊仲有繼續嘅，不過拉撒路復活嘅事件就喺呢度記載。佢呢度點樣記載呢？耶穌繼續堅持叫啲人挪開嚿石頭，於是乎嗰啲人就將嗰嚿石頭挪開。耶穌就舉目望天說：父啊，我感謝你，因為你已經聽我，我也知道你常聽我。但我說這話係為周圍站着嘅眾人，叫他們信是你差了我來。嗱，呢句嘅祈禱，佢係要突顯耶穌就係神嘅兒子，耶穌就係成為咗一個叫人死人復活，為呢個世界帶嚟奇蹟嘅一位嘅夫子。更加重要嘅就係成個旅途，記唔記得開頭講係要彰顯神嘅榮耀？去到呢一度，佢話你若信，同馬大講，你必然見到神嘅榮耀。於是乎呢一度嘅榮耀影像就出現啦。當耶穌祈完禱之後，跟住佢就呼喚拉撒路出嚟。拉撒路點樣出嚟呢？如果你睇過啲舊時嗰啲埃及嗰啲片呢，啲人翹嗰啲木乃伊呢，翹晒身上有嗰啲裹屍布，你可以想象嘅，喺個洞穴裏邊，一個死咗4日嘅人，跟住當耶穌呼叫嚟嘅時候，個洞穴嗰嚿石滾開，
可能有一啲嘅腐化嘅，有啲臭味，但係喺一個黑暗嘅山洞裏邊，跟住慢慢你聽到有一個腳步聲，跟住有一個人就咁樣啦，就係咁樣行咗出嚟啦，身上嘅嗰啲布仲包住嘅，跟住耶穌話嚟啦，將佢手腳嗰啲裹着嘅嗰啲布，面上嘅嗰條手巾，即係嗰條包住身上嘅所有嘅嗰啲香料嗰啲布除低落嚟，解開，拉撒路就係成為一個有靈嘅，重新一個死而復活嘅拉撒路，就呈現喺呢一班人當中。成個景象除咗馬大、瑪利亞見到之外，仲有大量嚟到原本諗住嚟過逾越節，有部分可能對耶穌原本諗住要用石頭頂佢或者敵擋佢嘅人，見到一個死而復活嘅事件，就多有信他的，相信主就係神嘅兒子。嗱，呢段經文呢，我哋大概讀到呢一度，成段經文俾我哋有啲乜嘢嘅意義呢？記得嘛？成個約翰福音第一代嘅寫作對象係講緊嗰啲為住信仰面對住好多困難，又或者喺生活裏邊其實都唔係咁平順，面對住好多艱難嘅一班基督徒，為住信仰嘅緣故，佢哋咬實牙關，又或者喺佢嘅生命當中，佢哋祈求上帝及時幫佢哋。但係上帝嘅時間表同佢哋心裏邊所諗嘅完全不一致。當佢哋發現生命裏邊有好多嘅落空，或者冇辦法去支撐啦，唔知點樣嘅時候，約翰就寫呢個約翰福音，藉着呢件事嚟到話翻俾佢聽，上帝嘅時間表未必係人嘅時間表。人所諗嘅，或者馬大、瑪利亞所諗嘅神蹟係病得醫治。但係上帝嘅時間表，佢所發現出現嘅就係死而復生，病得醫治嗰個榮耀大啲，抑或死而復生嗰個榮耀大啲呢？上帝就要喺佢嘅時間裏邊，我哋覺得耶穌嘅時間好矛盾嘅時候，耶穌就要彰顯一個更大嘅神蹟喺呢一班人當中，讓呢一啲生命裏邊好多困難嘅人，佢哋學習等待，學習仰望，學習喺啲嘅艱難裏邊，發現上帝會唔會有一啲嘅足跡喺佢哋嘅生命當中。即或眼前都有好多嘅黑暗，但係喺黑暗當中唔好失去咗對神嗰份最單純嘅嗰份嘅信。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同早期嘅約翰福音嘅信徒都近似，我哋未必面對住信仰嘅逼迫嘅。不過有陣時我哋好想上帝及時出手，我哋好想上帝快啲即刻幫我解決咗眼前呢啲嘅問題哦。不過有陣時上帝嘅時間未必係我哋人可以想象，或者上帝嘅介入方式有陣時係超越咗我哋所想象。但係可以肯定嘅一樣嘢，上帝從來冇撇低我哋為孤兒，佢唔會剩低我哋孤身咁樣走呢條信仰或者人生嘅道路。喺我哋人生面對艱難嘅日子，我哋只管繼續嚟到等候，仰望呢一位嘅主，上帝會帶領我哋繼續走面前呢條人生嘅路。耶穌嘅時間除咗講到人即係覺得係要及時之外，耶穌嘅時間亦都製造咗原本我哋覺得好矛盾嘅事，藉着拉撒路嘅復活，我哋就解得通。記得嘛？頭先講緊有好多猶太人就係要聚集去到耶路撒冷嗰度過節咯。嗰陣時係聚集最多嘅猶太人，特別多嘅係有啲係敵對耶穌嘅人。但係藉着呢一個死而復活嘅人，呢一個死而復活嘅拉撒路就成為咗個最強烈嘅見證。喺嗰啲敵對啦、最熱鬧嘅時間裏邊，就將呢個神蹟呈現出嚟。我哋生命裏邊有陣時嘅大結局，可能係上帝要將所有嘢儲埋，一塊又一塊拼圖咁樣拼合埋，到最尾去到有一刻裏邊就嘣一聲就爆炸出嚟。我哋唔知，但係我哋嘅生命喺上帝嘅手裏邊，佢
一定會放棄我哋，佢會帶領我哋，亦都藉着我哋生命裏邊嘅呢啲嘅經歷，佢會俾我哋睇到上帝更大嘅榮耀。除咗講緊上帝彰顯佢嘅榮耀、佢嘅權能之外，呢一班人面對住生離死別，佢哋都要面對人世間嘅軟弱。耶穌面對住呢一班生命裏邊好困難嘅人，我哋成日喊，我哋面對呢啲困難，我哋喊好正常咯。甚至乎我哋會輕視，你睇得唔透咪喊咯，你唔識嘢咪喊咯。不過耶穌唔係咁樣睇我哋。當我哋有眼淚嘅日子，其實耶穌係重視你嘅眼淚，甚至乎會牽動佢嘅眼淚。我哋人世間裏邊嘅悲歡離合，耶穌從來冇輕看過。當我哋知道我哋生命面對住一啲苦難、有啲困難，我哋真係覺得好痛苦，我哋有嬲、有哭泣，又或者甚至乎無語問蒼天嘅時候，上帝唔係高高在上，就覺得我哋好渣，反而佢立到喺呢個地上裏邊，同我哋一齊嚟到共感我哋自己嘅生活，佢陪我哋一齊喊，佢體會我哋嘅軟弱，喺我哋嘅軟弱當中，佢同我哋嚟到同行。所以當我哋明白耶穌都係咁樣陪我哋走嘅時候，可能喺你生命裏邊有啲嘅弟兄姊妹經歷緊有一啲嘅事，你唔好輕看佢嘅情感，或者好輕易兩句就話：哎呀，點解你成日都喊咁軟弱嘅呢？正就係因為喺困難當中，佢先至流出佢嘅眼淚。我哋學似耶穌嘅樣式，我哋所信嘅主陪同哭泣嘅人一齊嚟到哭泣。我哋都帶住呢一種咁樣嘅心懷，同呢個世代裏邊好多人，我哋同佢一齊共感生命裏邊好多嘅高高低低。記得耶穌問馬大嘛：你信這話嗎？你信唔信佢嘅細佬將要復活，死而復生？馬大其實嘅答案係支吾以對，其實答得唔清晰嘅。嗱，不過馬大佢冇講我唔信，佢冇講呢句説話。不過喺佢嘅認知裏邊，喺佢嘅腦裏邊嘅嗰啲教義嗰啲 model answer， 只係足夠佢諗將來想像復活嘅日子，末世之後佢嘅細佬復活啫。喺人世間裏邊，佢根本就冇經歷過一個死咗人入咗墓穴裏邊，第4天都可以復活，佢嘅信心都冇辦法睇到呢一樣嘢。同樣我哋今日活喺地上嘅每一個，我哋大概我哋都唔會講上帝我唔信你，唔會嘅。我哋只係會講上帝我信，但我真係唔明白，我哋嘅信心唔足夠，我哋真係冇一個充足全知嘅眼睛嚟到睇通晒所有嘅事物。但係喺艱難當中，喺困苦裏邊，又或者見到人哋同感喺一啲困難裏邊，我哋只係承認我哋嘅信心，我哋有陣時睇嘢，我哋有偏頗，我哋信得唔夠，我哋嘅信心不足。不過就係正正呢個信心不足，上帝從來冇批判我哋，佢會用佢嘅榮耀，用佢嘅神蹟奇事嚟到幫我哋逐步逐步去走呢條人生信仰嘅路。拉撒路嘅復活又話俾我哋聽一個咩信息呢？拉撒路嘅復活，嗰個復活嘅能力，我哋成日以為係講緊人肉體死亡之後叫佢死而復生嘅能力，就係某啲個別嘅弟兄姊妹或者某啲人身上嚟到彰顯。不過保羅喺以弗所書第1章18節到20節，保羅唔係咁講嘅。佢話並且照明你們心中嘅眼睛，使你哋知道佢嘅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聖徒中，即係你同我得着基業有何等豐盛嘅榮耀，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嘅人所顯嘅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嘅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裏復活，叫他坐
在天上坐在自己嘅右邊。呢段説話講緊啲咩呢？佢講緊復活嗰個能力，喺拉撒路叫拉撒路死而復活，叫耶穌死而復活嘅嗰種復活能力，如今就喺你哋身上嚟到彰顯。你哋相信主耶穌嘅人，你哋嘅心靈嘅眼睛要開啟嘅，因為呢一個復活嘅能力已經內住咗喺每一個相信耶穌嘅人身上。上帝點樣將死而復活嘅能力，叫耶穌復活，叫拉撒路復活，同樣都叫我哋今日帶住呢份能力嚟到過我哋嘅生活。所以我哋帶住呢份復活嘅能力，有幾多艱難，我哋可以靠主，我哋可以跨過。有好多人帶住呢一份復活嘅能力，好嬲過阿爸嘅，因為復活嘅主，復活呢個能力，佢可以赦免，佢可以饒恕。有好多人因為呢個復活嘅能力，人生裏邊有沉溺行為啊，有好多罪嘅掣肘啊，可以重新挺起胸膛，成為一個唔再被罪控訴嘅一個人。有好多人帶着呢個復活嘅能力，在逆境困難當中，仍然可以有力量咁樣嚟到去做人。弟兄姊妹，今日同大家一齊去睇嘅呢段拉撒路嘅經歷，其實就係預演住耶穌死而復活後來嘅嗰個嘅成個嘅演繹。喺呢段經文裏邊，我哋只管將我哋嘅生命純粹一啲喺上帝面前嚟到去實踐呢個信仰。當我哋覺得自己好想求上帝某一啲時間嘅時候，留翻啲空間睇下耶穌基督嘅時間有一個點樣嘅時間。當我哋覺得荒謬絕倫嘅處境裏邊，可能在我哋荒謬，但係可能嗰個係上帝榮耀嘅彰顯。當我哋信心不足嘅時候，我哋承認我哋睇嘢係有偏頗，但係我哋就帶着虛懷嘅心睇上帝點樣嚟到去實踐佢嘅作為。最後我哋唔係被動，唔係被打嘅，復活嘅能力就喺你同我身上，信靠耶穌嘅時候就彰顯出嚟。求主繼續嚟到幫助我哋，帶着呢一份復活嘅盼望，努力咁樣走面前人生嘅路。感謝陳牧師，感謝陳牧師嘅分享。唔知弟兄姊妹喺遇到艱難嘅時候，到底會係信但係信心不足，係背棄上帝，定係我信我堅持到底呢？讓我哋一齊憑信心，我哋真係唱呢首歌。當我哋喺困苦艱難嘅時候，我哋去禱告，我哋去宣認耶穌係我哋嘅上帝。我哋一齊唱呢首歌。在困苦艱難，仍謙卑禱告，要安靜，知道你是神，無罪羔羊，曾被殺掉犧牲，為救贖，流血捨身。你姊妹邀請大家一齊起身，我哋一齊唱呢首歌。在困苦艱難，仍謙卑禱告，要安靜，知道你是神，無罪曾被殺了犧牲，為救贖，流血捨身，令我逾越死亡，越過火
個危疾災禍，潔淨一生過錯，神基督寶血塗抹我，令我逾越死亡，越過風浪，神恩手把我隱藏，勝過危疾災禍，潔淨一生過錯，藉基督寶血塗抹我，聖靈令我逾越死亡，越過風浪，神恩手把我隱藏，勝過危疾災禍，潔淨一生過錯，藉基督寶血塗抹我，藉基督寶血塗抹我。天父上帝，我哋都多謝你，多謝你喺你未出生之前，你先去教訓我哋，成為你寶貴嘅兒女，成為你聖潔嘅子民。就真係願意你繼續嘅去堅固我哋嘅信心，讓我哋咧真係能夠看見到上帝你從天國而嚟嘅盼望，係永生嘅盼望，係嗰個唔單止去醫治人，更加係讓人復活嘅上帝。神啊，多謝你，我哋將我哋一切嘅禱告、一切嘅敬拜、一切嘅感恩，我哋都交託俾你。多謝你聽我哋禱告，奉主名求 ，Amen。會眾請坐，接落嚟係主餐嘅時間，請陳牧師。我哋今天藉着呢一個主餐，呢個餅同杯咧，成為我哋生命一個好重要提醒我哋係成為一個點樣被上帝悅納嘅一個人。同大家讀一段嘅經文，《哥林多前書》第11章第23節至到第26節。我當日傳給你們的，原是從主領受的，就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來。呢個餅同杯其實係普通物質嚟嘅啫。不過當喺教會喺呢個時間裏邊，我哋一齊去守呢一個嘅儀式嘅時候，就提醒我哋呢一塊餅係基督為我哋呢一班嘅罪人捨棄佢自己嘅身體。呢杯嘅葡萄汁就話俾我哋聽，耶穌用佢嘅重價，用佢嘅寶血潔淨我哋。今天我哋人生裏邊都有好多嘅困難，又或者有陣時喺順境當中，我哋好容易會忘記上帝嘅恩典嗬。不過呢一個餅同杯再次嚟到去提醒我哋係屬於上帝，我哋嘅生命係屬於佢，我哋要緊緊同佢連結。一息間即係當等派呢個餅俾大家嘅時候，同埋呢個杯喺等候呢個杯嘅時間，我哋每一個都在位裏邊祈禱。我哋問一問上帝，今日我哋相信你嗎？我哋信嘅光景係一個點樣嘅光景？我哋有少少時間喺等候呢個餅同杯嘅時候，我哋向上帝嚟到去祈禱。
謝讓我哋咧認識你，感謝咧為我哋咧釘上十架，破碎身體流出寶血，並且都拖帶住我哋，讓我哋咧可以領受你嘅身體之餘咧，亦都紀念你再來。感謝聽我禱告，我哋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讓我哋同領呢個餅，紀念基督耶穌。飯後基督耶穌也照樣拿起杯來。我哋為杯祝謝禱告。感謝主你大愛，你嘅寶血洗淨我哋，求讓我哋用清晰合意嘅心嚟去領受你呢個血去洗淨我哋。弟兄姊妹，我哋帶着恭敬嘅心同領呢個杯。請雷倫帶領我哋一齊為剛才呢個主餐禮祈禱。親愛嘅主耶穌，主啊，我哋再次獻上心恩，我哋真係好多謝咧，你為我哋所做嘅一切。明明咧，我哋係如此嘅不配，但係上帝你卻揀選我哋，呼召我哋嚟跟隨你。主啊，今日我哋再次咧去紀念耶穌基督你為我哋所做嘅一切。當我哋去紀念你嘅時候，原來我哋都再次咧去思考我哋嘅生命光景。主啊，今日盼望我哋能夠喺你嘅裏面，我哋嘅再次嘅宣認耶穌基督你係我哋生命嗰個嘅救主，並且係我哋嘅主宰。你要咧去帶領掌管我哋嘅生命，如果我哋能夠降服於你嘅面前，能夠被你所使用。主啊，我哋知道有陣時我哋遇到好多嘅困難，一啲唔同嘅艱難嘅時候，原來有陣時我哋忘記了你，甚至乎我哋咧好多時候我哋會想象耶穌你能夠幫嘅就只係得咁多。我哋嘅認知，我哋嘅經歷限制咗咧，原來上帝你恩典嘅流通。今日我哋需要降服於你嘅面前，讓上帝你成為我哋嘅主宰。
求你再次用你嘅餅同杯，你為我哋所寫嘅身體，你為我哋所流嘅寶血，讓到我哋再次嘅思念，原來上帝你已經將你嘅生命都俾了我哋。今天你呼召我哋嚟跟隨你嘅時候，我哋究竟要點樣去回應你？主啊，唯願我哋都將我哋嘅一切，我哋嘅全人都奉獻俾你，求你大大嘅使用。感謝你，多謝你為我哋所做嘅一切，聽我哋禱告，奉主耶穌基督你得勝名字祈求。讓到我哋咧都再次去多謝咧陳牧師今晚遠道而來，喺當中咧為我哋帶嚟好美好嘅分享，喺當中咧再次提醒我哋用拉撒路嘅故事，或者喺拉撒路嘅故事咧，我唔知大家你覺得你喺入邊嘅咩角色？有陣時我哋係咪都係馬大？我哋遇到好多嘅艱難，有陣時都真係會好多嘅埋怨，喂上帝，喂搞唔掂啊，快啲幫我解決。但係我哋好想咧，即係有陣時係咩？其實我覺得有陣時做耐咗基督徒會做咩咧？哇！我哋好似喺度命令緊上帝做嘢，或者咧好希望咧上帝按我哋嘅心意咧去成就好多嘅事情。啊，當嗰個人有呢個需要，啊上帝你咁樣俾佢啦，咁樣就最好啦，絕對能夠解決到問題。但係原來有陣時，上帝有上帝嘅計劃，佢嘅意念高過我哋嘅意念。但係今日好重要嘅咧，原來，耶穌基督佢係能夠咧去幫我哋脫離舊我，並且係讓到我哋嘅生命過一個復活生命嘅神。所以咧特別喺復活節呢個嘅期間，讓到我哋再次嘅思考，原來我哋今日嘅生命咧，我哋真係好需要咧過一個重生嘅生命。而呢個生命咧係滿滿基督嘅樣式，嗰個嘅恩典同埋佢好多嘅嗰個更新咧，應該要在我哋嘅生命當中去彰顯。咁所以盼望我哋嚟緊一同嘅努力，藉着呢個嘅節期再次成為我哋嘅提醒。咁啊，今晚咧都得一個簡短嘅報告啫。咁咧就係嚟緊咧星期日，咁啊我哋咧都邀請到咧。陳維恩牧師係啦，咁啊嚟到我哋中間嘅分享。咁啊，陳維恩牧師咧係同埋佢嘅妻子咧，張月慈傳道咧，亦都係喺美國咧，即係舊金山三谷華人聖經教會咧喺當中咧去牧會嘅。咁係一位咧好有牧會經驗嘅牧者。咁啊，佢嘅兩個女兒咧，亦都係專門咧去喺一啲未得之民入邊咧做宣教嘅工作。咁啊，好多嘅翻譯，好多喺當中咧嘅服侍。佢自己咧，亦都係咧，即係呢個跨文化宣教訓練中心嘅總幹事。所以咧，佢好多滿滿嘅生命經驗，好多嘅同上帝當中咧，點樣互動，點樣嘅去用佢嘅生命咧，去成就好多上帝嘅工作。咁所以都盼望大家喺嚟緊嘅星期日咧。咁啊，一同咧返到嚟教會當中，我哋一同去聆聽。咁啊，佢嘅講題咧係復活節嘅命令。咁啊，我哋係啦。咁啊，今晚嘅復活節晚會咧係啦。咁啊，就嚟到呢度。咁啊，最後咧，我哋都請牧師咧為我哋祝福。弟兄姊妹，我哋同心一齊起立。一同領受上帝嘅差遣同埋賜福，願我主耶穌基督救贖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常常與你哋每一個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讓到我哋同唱讚美一神，讚美一神。